各位老師，我們為大體老師默哀15秒鐘，表示感謝。默哀開始。好的，謝謝大家。跟大家說一下我分配方式啊，我們後路顯露的時候一個人，然後做坐骨支截骨加显露，做尺骨支截骨和髂骨的截骨，這是一個人。这个培训主要是針對年輕醫生的，而且這一次培訓的內容和我在骨二碰見的病例也是息息相關的。我們這個 PO 截骨啊，它有幾個比較特殊的器械。第一個，這4把 Cube 就相當於骨撥，就是我們在骨膜下推骨膜的時候，它就特別的方便。最主要的還有這幾把拉鈎，這3個就幅度比較大，我們可以把它尺骨下肢進行一個包裹。這個肩鞘呢，就在尺骨支的地方，因為那個尺骨只有髂腰肌，不好拉的時候，我們就把這個打在上面，就可以把它掰開。尤其這3把拉鈎啊，特別重要。要不就先搞坐骨，先把切口描出來，直接搞破筋膜張肌。我們一般平時也只有這麼小的個洞，就是撐開以後手摸，你摸得到坐骨神經在這個地方。我會把這個拉鈎呢，先把坐骨神經給拉開，就不會傷到坐骨神經，然後就上個肩鞘。這一次是第一次參加這種解剖課程，然後這一次解剖課程中看見的解剖結構比平時做手術的時候更加清楚，因為少了很多患者血液的遮擋。然後平時做手術的時候，老師也可能他會專注於手術，然後時間比較緊，沒有時間給我們介紹這麼多解剖方面的知識。